你好，今日同大家一齊做零極限冥想。外在嘅世界由我哋內在投射，零極限教導我哋為自己嘅事項負責。零極限冥想能夠進行更高層次嘅意識清理，力量驚人。喺開始之前，請向內在詢問自己：我潛意識嘅邊一部分資訊引起而家面對嘅問題？好，我哋而家就開始零極限冥想。對不起，請原諒我，謝謝你，我愛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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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對不起，請原諒我，謝謝你，我愛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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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對不起，請原諒我，謝謝你，我愛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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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對不起，請原諒我，謝謝你，我愛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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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對不起，請原諒我，謝謝你，我愛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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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對不起，請原諒我，謝謝你，我愛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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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對不起，請原諒我，謝謝你，我愛你。